第9课，你儿子在哪儿工作？ Lesson 9. Where does your son work? 课文1， Text 1. 小猫在哪儿？小猫在那儿，小狗在哪儿？小狗在椅子下面。New words. 小猫在那儿，狗椅子下面。下课文2， Text 2. 你在哪儿工作？我在学校工作。你儿子在哪儿工作？我儿子在医院工作，他是医生。New words. 在哪儿工作？儿子医院医生。课文3， Text 3. 你爸爸在家吗？不在家，他在哪儿呢？他在医院。New word. 爸爸听录音并跟读，注意声调的搭配。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ad after i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llocation of tones. 夏天，去年，跳舞，睡觉，电灯，电池，电影，电视，唱歌，复习，汉语，汉字，健康，地图，地铁，见面。第10课，我能坐这儿吗？ Lesson 10. Can I sit here? 课文1， Text 1. 桌子上有什么？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和一本书。杯子在哪儿？杯子在桌子里。New words. 桌子上，电脑和本里。课文2， Text 2. 前面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叫王芳，在医院工作。后面那个人呢？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谢鹏，在商店工作。New words. 前面，后面。Proper nouns. 王芳，谢鹏。课文3， Text 3. 这儿有人吗？没有，我能坐这儿吗？请坐。New words. 这儿没有，没能做。轻声音节的读法。
pronunciation of neutral tone syllables. 桌子、盘子、椅子、裤子。听录音并跟读，注意轻声音节的读法。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ad after it. Pay attention to the neutral tone.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姑姑、叔叔、太太、星星、谢谢、看看、说说、尝尝。听录音并跟读，注意后缀的读法。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ad after it. Pay attention to the suffixes. 你们、我们、他们、人们、桌子、椅子、杯子、被子、舌头、枕头、石头、木头、前头、后头、里头、外头。第11课，现在几点？ Lesson 11. What's the time now? 课文1， Text 1. 现在几点？现在10点10分，中午几点吃饭？ 12点吃饭。New words. 现在，点，分，中午，吃饭。课文2， Text 2.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下午5点。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6点30分。New words. 时候，回，我们，电影。课文3， Text 3. 我星期1去北京，你想在北京住几天？住3天，星期5前能回家吗？能。New words. 住，前， Proper noun. 北京。轻声的功能。 Function of neutral tone syllables. 老子，老子。买卖，买卖。大意，大意。